动吃，来做事。我们今天是要玩这个，就是我们要种这个植物，仙人掌。它算是多肉植物，不是？要不要客家话教你？好。豆鸟植物，斗鸟，豆鸟，斗鸟，好难。其实你很厉害，它有那种的音，对，就是要从那个鼻子发上。客家话就喜欢用那个的音。再一次，豆鸟，斗鸟，植物，植物，有点 V 的那个音，不，好可爱哦！客家话都是这样，我们还是先动手吧。3种不一样的多肉植物，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颗？我最喜欢这一颗。你说很茂密这一颗吗？对。你怎么跟我一样？真的吗？我觉得它很可爱。我觉得它很像那种小莲花，很可爱。但我觉得这个也蛮可爱的，它有一种小小树、小清新的感觉。然后在这一颗多肉旁边有一点可以给它依靠的感觉。哦，真的哎，你好会形容，就是有伙伴的感觉，就像你跟我一样。真的我们真的是不同类型，但携手一起成果无天。真的，我们有那个共患难的那个真情。对。没想到我们2个手艺还算不错，成品其实蛮好看的，真的很可爱吧？我终于懂为什么你要全黄了，因为是可以让整个绿色植物变得超漂亮。你夸完我也要夸你一下，这个就是直接可以拿来卖的。真的吗？你要买吗？你要100万，我以为你说100块我就买了100万，印你盾，你可以，没问题，开玩笑啦。好啦，我们做完这个，我要跟你说，因为我为什么会带你来关西？我从小也黑在关西长大的，我小时候有住一段时间在关西，因为我妈妈是关西人，难怪这么熟。我刚刚知道你有来过这里，对，没错，所以我今天还要带你去别的地方。好期待哦！那我们准备下一站了吗？走。我觉得我跟小紫就是蛮巧的，因为我们算是同期一起进乐天女孩这样子。那刚开始，因为我进来的时候年纪很轻，就是18岁。那小紫其实对我来说，她就很像我的姐姐这样。因为呢，我就比较深色，然后不知道怎么与人相处。她就是会教我说，遇到什么事情应该要怎么做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对待所有的人啊什么。然后像是她私下也很常就是传讯息来关心我，跟我说。你还好吗？就是还适应吗？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细心，然后又很暖心的一个女孩。关系黑矮妈妈秀给世界带给体奶，所以我想说，第一次带她来关系，可以体验一下我小时候体验的农村生活。我今天带你来认识我们的老板，那你会讲客家话的老板吗？当然不会啊，我教你，跳嘎，对，没错。好，我来去跳嘎好。主持人好，你好，馆长你。今晡日来到呢位係天数你做啥吼？昨天来做了小黄瓜，水果小黄瓜，水果小黄瓜，唔係菜瓜哦。哦，小黄瓜唔係台灣的，係以色列的小黃瓜。哦，以色列的。其實小黃瓜摘下來吼，佢做得上色的。這個摘下來可以馬上生吃，所以這樣是熟的了嗎？熟的。哦，我不用洗。不用洗，擦一擦，這個沒有偏要。唔是洗啊。冇叫肉嘅，水凍到。要假不？懂後知後生麼？後生麼？凍到水分啊。它不會像台灣的小黃瓜有一種很重的瓜味。我其實不太敢吃小黃瓜，但是這個小黃瓜的味道我可以接受，是不是？很甜，然後很水。頭家，今晡日來到呢位，你來老二天數做得冇？做得啦，天做些。好，你搞捱到。有條小黃瓜吼，佢哋逐禮拜小黃瓜。上到面當去，要帶下網站的醫生啊，剪刀剪條。OK， 矮碟，我們知道了。來，我們來出發，剪黃掉的葉子。好，你從那邊開始，我在這邊。逐禮拜會上新的雜物，落雜的時候摘起。哦，大禮拜哦。逐禮拜。哦，每一個禮拜它都會長新的葉子，也會黃掉，所以我們就要每個禮拜就要新陳代謝一次。把老葉採掉。那有問題。菜瓜長大之後，它就變菜瓜布。
啊，这个长大居然不会。不会，它会变大黄瓜，哦，变大黄瓜，就像我们市面上的那么大。大条的，对对对，煮汤也很好，或是打汁啊，哎呀，小黄瓜汁，你们有吗？有。那我们要来去体验一下，我们等下去喝小黄瓜蜂蜜柠檬汁。太好了，结束。我们有认真工作，就有喝的可以喝了。对对对，要喝3杯都没问题。好的，好，我们继续把这个踩一踩。好，剪掉。什么喵？小黄瓜按太条的做得按太条。哦，都给它地头两边剪好了，哦，好好，简单哈。小心哦。哦，小心，好，可以。好，哦，那2条都可以踩。好，那一条很好。来放这里。小心哦。旁边还2条也可以。对对对对。很漂亮的小黄瓜，好酷哦！换我踩一下。采黄瓜，来来，你要小心哦。刚刚老板说，哎，小心可以吗？好的。好，这里一个，对，交给我。来，叠黄瓜。好。等下哈，等下哈，小黄瓜10号，那采副瓜，采苦瓜。苦瓜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采苦瓜。对，哦，好漂亮。好，对对对，走，那我们直接出发，走。哇，好漂亮的苦瓜。是黑副瓜，白玉苦瓜。对，哎，你发音的很好，副瓜。那等看哈，要副瓜要冲2条，按太条。哦，很漂亮。它的颗粒颗粒要很大，才不会苦。哦，冲2条制作队长。成熟了，成熟了，可以直接采了。不用手这样子直接折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我试试看哦。哎，这哈的说的。绑啊嘿。按永秋走的啊。 OK， 哇，可爱哟，漂亮，白哟，很漂亮。你看副瓜谁都按酱，黑用板招菇诶，招菇。呀，整个副瓜要种到酱，要到温室。嘿。哦，莫必淋多水。哦，不能淋到雨。对，不能淋到雨。那第2个副瓜哈。呀，每礼拜哈，很快呀，填了哈，哎，老弟，它的藤，要给它爬上去，哦，帮它爬哟，帮它爬，它才会爬上去。1个礼拜100多的。难怪你的苦瓜可以长那么高，按高呢。哎，伊3多当杯都是这么像土头茸。土头茸。哎，但还是懂了。哦，这样就会很舒服。很舒服。采的时候就可以遮阴。对，就可以遮阴。哦，好棒哦，很棒哎。两片两黑马干。哦，2片的黑。我们会山苦瓜吗？也就叫做珍珠苦瓜，很快也有套袋哈，就代表成熟的，可以采了。对，我们套起来，观光客就知道啊，有套袋就是代表成熟。哦，可以直接采了。对，可以直接采。那想问老板，这是不是超苦的？这个不会很苦哦，这个山苦瓜才很苦。对，它长得很像山苦。对对对啊，珍珠苦瓜哈，连那个虫都很喜欢吃。哎，所以它比这个还甜吗？哎，这个哈是苦中带甘甜。哦，这条也可以采。哦，做对。炸黑的，到泥头条边看看来下子。哎，OK，轻轻拉一下。太好了，你晚上有东西可以炒。对，我们有东西了。哎，那里哈的夹摘副瓜，赶快采苦瓜。好，我们采苦瓜。苦瓜采完，我们就去喝果汁。好耶！来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捡。这里还有一颗，来换你捡来，我帮你拿。小心哦。来，这里有一颗，好大颗哦，超漂亮哎！哇，老板他们真的很用心，真的菜都很漂亮。我们这样装满哎，收获满满，可以走了，走。哦，刚刚董上忙周 C， 我们可以喝果汁了。老板坐在这里，已经准备好帮我们打果汁了。小黄瓜蜂蜜柠檬汁。好。小黄瓜先打小黄瓜。我们采下来，准备冷冻。冷冻，等下大概是不是冻好些？要加点冰块。冷冻过的小黄瓜再加冰块打，它打出来的那个渣会很鲜甜。再加开水，感觉很解暑哎。这种很热的天气就是很需要这个。加这个柠檬汁现挤的。柠檬汁。对，这个加下去可以去那个瓜的味道。菜味。好棒哦。哎，然后我们再加蜂蜜。哇，我最爱的蜂蜜。哇，加好加满，真的。按形式做得大嘞。好，大嘞。哇，很细很细，真的，感觉超好喝的。好嘞。哦，很浓的小黄瓜味。
真的吗？我也要试试。好来，哇，我们来干杯！耶！好新嘛。中后是，我觉得闻起来小黄瓜味虽然很重，可是喝进去不会耶，是清爽的，它有那个蜂蜜的甜跟香，而且还咬得到一点那个小黄瓜的果肉，身体瞬间都凉了。刚刚很辛苦的在那些采叶子啊、采果实啊，现在完全消暑，好值得。喝完小黄瓜汁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苦瓜汁什么，好不好？期待哦！老板，我们可以喝苦瓜汁了吗等一？下我们就用这一种过熟的苦瓜，就是不能做菜的，然后拿来打果汁对，所以老板都要冷冻，是不是？对，它都可以打成对，就可以变冰沙。沙。哇！蜂蜜苦瓜汁。好，OK。哦，它变成白色的，哇，很漂亮哎，看起来来来来好好喝你先好，我先闻一下。哎，其实这苦瓜味没有到很重，就是香香对，它是甜甜的。熟的苦瓜打汁就比较不会。是跟想象的不一样。很淡很淡的苦瓜味。哎，蜂蜜加多下去，整个蜂蜜我觉得很好喝，很好喝。很融合在一起。虽然它的尾韵有一点点苦苦的，会有一种那叫什么降火气的感觉。我们现在蛮需要降一下火气，很好喝哎，不会懂富哈，不会懂富，不会很好喝。主要是它有够熟。对，它够熟。我觉得它不会苦，但是会回甘。听说老板还有准备番茄汁给我们，哎，我很期待番茄汁。番茄汁黑农场的招牌，改梅底招牌。冷冻过的番茄加下去就不用加冰块，所以它果汁会比较浓。哇，难怪它就不会变稀。特别好喝的原因那小是这样在这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加这个梅子粉。最爱。这个梅子粉跟外面的不一样，它是纯梅子果肉去研磨的梅子肉，看得出来它颜色完全跟人家不一样，很深。好。哦。该懂欢喜，我很喜欢，就是我很开心，然后喝到这个，很棒。番茄汁，哇，谢谢，来，好，就是这一位耶，就是这一位，来干杯，超好喝，没有罐头味好喜欢哦。教你一句客家话，很好喝，董后林。董后林，很棒哎，你越学越快了，给你掌声，可以，下次叫回，够叽叽，好叽叽。对，老板说你学得很快，说一句学一句，越来越马上就上况了。对，今天的行程还行吗？非常满意。我后面还有别的，还有，对，但去之前，我要先考你。好，关西还有什么名产你知道吗？关西还有名产吗？我不知道。有，老板你知道关西的名产吗？有，关西除了番茄以外，还有这个仙草。仙关西草。有一个仙草博物馆。仙草博物馆，我小时候就常常去看那个仙草的制造过程。哇，所以你等下会不会要带我去你小时候候的？就是带你去体验。好那我们出发吧。好，走。中秋节啊，半夜半啊，时候差不多做的菜蔬，对，再找个不用仓库，不用什么营养，要放1年哦，要洗差不多4、5遍哦。按斗边哦。有。他说要洗差不多4、5遍。那我们现在下一步我们要去哪里？不用动我睡哈，煮滚了进煮，煮差不多6点钟到8点钟。6到8小时熬煮，所以其实仙草懂得功。懂吃，来做事。你吃过仙草？那你看过仙草本人吗？没有，我只负责吃。我看过仙草晒干之后的样子，但是我没有看过它还在田里的样子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种田，然后就把仙草挖出来。对，从零到有，我们直接去找老板。还知道老板怎么讲吗？秋嘎，哎，老板，你好。那个小紫美女哈，我是小紫。绑手那个天绑的嘛。系啊，然后你天数。个行了吼，
跟俺们是按啥绑？你有天数，但是绑错呢，你嫌错了错冇空样哦，你看哦，你看像你错，你没嫌错了，你看空样然后。他在教我们分仙草。哦，这个是绿色的，这个就是一般的杂草。杂草。这个黑色就是仙草。你还什么仙草？哦，所以要看黑的。这个仙草，这个梗是红色的，有没有？红黑。这个叫红梗的仙草。红梗仙草。亮黑臭。亮黑。咸臭。咸臭。好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把杂草挑出来。对，要拔掉。好。好。这颗很大颗，我帮你把它弄开。好。仙草拿开，连根拔起。对，要。可以。哇，成功。好，这个都是仙草，对，因为它都是黑的。它竟然藏在中间，然后长最好。对，它把养分都吃掉了。真的。哇，我们来继续来开始。来，这个都是杂草。这一颗是仙草。对，那是仙草哦，你还错了。亮。还是错哦。哦，亮会吗？亮唔黑。上网绑刚刚煮点心本事咯。哦。他说我们加油帮忙拔完之后要煮点心给我们吃。耶。可以啊。走得。那就会东上嘛。哦，很多错啊。很多呢。对，这是绑哎，其实我们拔得蛮快。对。咸臭种落去啊，半年。要种下去要半年哦。要做的绑。那现在这个是多久了？2个月多吧，2个月，所以它是小 baby， 对，还小的，小 baby， 所以真的不能踩到那个紫色的，对，他们辛苦种的就被我们拔起来哦。在我这边还可以制作仙草哦 ，DIY， 太厉害了！刚来德州仙草，那我们应该去体验一下自己做仙草，当然要自己做，然后自己吃，就会很有成就感。哦，对，把按斗啊，把按斗上忙哦，我们要斗上忙，去丢垃圾了，来。有嘎，哇，这个是已经晒好的，那是要晒多久？你调起辣的雪山1礼拜。哦，如果天气很好的时候，差不多1个礼拜。刚因为绑草，刚刚拔草了。绑好，你中秋节啊，8月半啊，之后差不多做的采熟，采熟也晒着，晒着的不用长枯，不用什么1年。要放1年哦，让它熟成。你很棒哎，你听懂了哎。让它熟成。它熟成这1年之后来用，就会比较草味比较没这么重。所以我们现在闻到这个仙草味道，是已经晒完之后它释放出来的。对，释放出这个。不然原本它还没晒之前是比较杂草味，都是杂草。所以其实仙草懂得讲。你看你懂得奶创嘛？人家奶要先晒它。先晒它。哦。连奶晒它几条就好。要晒差不多4、5遍哦。哦，按斗边哦。有。他说要洗差不多4、5遍。哦。你晒没从晒3万晒哈，有吧？它就一直震动，有没有？要这样子，让它一直震动。让它那个沙子下去。所以它跟泥土啊、奶沙啊，是用嗰個嗰啲全部嘅水都去啊，全部水都去，加按水一遍遍哈，要拿起來，加按水浸翻。哦，浸翻水。換，這個。好，拿起來換這邊泡。這個頭，對吧？哇，這個越洗仙草味越香，真的。好，那我們現在下一步我們要去哪裡？你啊，洗好時咧，煸啊，拿包去煸啊。拿包煸。所以做好煸啊。用慢做。嗰啲啊，是不用多包煮嘅。嘿。不用凍落水哈，煮滾了，進煮。煮差不多6點鐘到8點鐘。哦，6到8小時。熬煮6到8小時。對，它慢慢的熬，這個裡面的膠質才會出來。好。它膠質就會被逼出來。我們現在要準備去下一步了。好，熬煮了，要把它拿起來。你給我煸了6遍了哈。差不多。好。哇，小剛你講黑料，你喺燉咧6到8小時。煸好，將個地方做個煮鍋，煮俾滾。煮過後你還滾啊？來滾好了，你看啦，都是鹽。哦，真的滾了，很香哎。但是要小心，這個很燙。滾好，你要做鹹做冬，用寒天的蒟蒻。哦，寒天跟蒟蒻。寒天。我們要倒進去。2種咧倒落去俾煮，俾攪。給它攪。你看啦，你要攪一些哈。寒天。要給它拌均勻。對。哦。你要攪嘅時候慢慢下落去。下落去。叫佢見攪，
你说好，让它自己一直搅，机器里面一直转，它一直转，对对，倒慢慢倒，必搅。哦，你看，哦，好香哦，真的，烧仙草的味道，马上那味道出来了。有嘎，我们刚刚加了那个寒天，加完还要再加别的吗？还是这样就可以了？寒天刚才不是加好了吗？对，我们现在还要加一个蒟蒻。为什么要加蒟蒻？一般的话用勾芡只要1种就够了。对。但是我们这个，因为寒天跟蒟蒻两个口感有各不相同，所以现在要换加这个。对，换加这个。哦，那你示范一下。这样加，有没有？要慢慢撒。对，慢慢撒就好。倒太快的话，它可能会结块。对，会结块。换你这个来。让我试看看。来，慢慢看，慢慢试。好，都对。这样。好，收的。一只手抓着，一只手摇。收的啊。好，换熊妮，来，换你试试。好，一只手抓着稳定。对，很棒。有。那我们这样加完之后呢？下一步骤是什么？底下我们这个加完，还要让它再继续搅拌，让它再煮，一直在滚，大概滚个20分钟。那时候我们就要给它露出来，对，露出来，然后装成桶子，对，用那个桶子有没有？一锅一锅装好，对，哦，然后给它冷却，对，还要捞泡泡哦，还要捞泡泡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体验。OK。哇，厉害做对，刚刚没有溜好就是通一通，然后一通要被冷却。一桶装好，一桶冷却。要被冷却时，人家还有个泡泡，倒落去个了，先做个干了，跳下来冲啊去啊，就会产生泡泡。我们现在产生的泡泡，要来给装起去。装起去。做出仙草哈，如果切出来我唔平。对。所以人家要来给有啊。会夹，可以吗？所以要动作很快，我们要很快的捞起来，不用很快，因为它慢慢的，因为它上面已经有一层膜了，有没有？捞这个有没有哈？哦，爱迪嘞，对的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你已经准备好了，好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可以那个了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那麻烦老板要帮我们准备甜点，准备点心，好，都对，我知道啊。那我们来捞泡泡，这有点像那个什么，我们去吃火锅。把那个肉渣捞掉，那个油把它捞掉。对，这好疗愈哦。对，有时候需要沉淀的时候，就可以来这边捞仙草泡泡。刚刚我们不是从那个大锅子里面加那个寒天呐，对啊，粉啊那些加下去，然后捞出来这么多超级多桶，应该有100多桶这样看起来超过了。它旁边还做成一个小果冻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很正常，因为如果做一次做不够多，就要一直做。对，毕竟我们这个是仙草博物馆，然后它是大量产制，它就是需要这么多。耶，我们终于经历了仙草的一生，真的。然后我现在桌上都是老板帮我们准备的仙草做出来的点心。这个叫仙草饭宝套餐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要打开来喽。打开就是饭宝。哇，还有热气耶。这个饭宝是米，白色的米哦。洗好之后，我们把它浸泡了仙草汁1个晚上。哇，还要泡1个晚上。对，泡1个晚上之后。在第2天把它沥干，沥干之后，我们还要放到锅里面，再倒入一些仙草原汁下去，把它做加热它，让它吸进去。吸进去完之后，水都干了，放进去是那个仙草汁干了，我们就要放到那个蒸笼去蒸，蒸笼去蒸。那我们还要做个客家小炒。中间是讲客家小炒，有没有？那个客家小炒的鱿鱼。客家小炒炒好之后，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成型，底部是个仙草饭，中间放了客家小炒，上一层再盖个仙草饭，就把它夹起来，成一个形，叫饭宝。哇，主要是做风味餐，味道很香，好好吃哦。那个客家小炒，客家小炒很爱。而且它有一点那
淡淡的仙草味，就是它的米饭每一口咬起来都有那仙草味在嘴巴里，在香气整个很香，在嘴巴散开。这个鸡汤底下还有肉哦，有肉。有鸡哦，你看这个鸡腿肉。哦。哎，仙草鸡汤让我很惊讶哎。好喝到我无法用言语形容，我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个喝起来很清爽，就是它不像一般的鸡汤会很油腻，那个肉超级鲜嫩，就是完全不是那种柴的鸡肉，是很嫩、很嫩的鸡肉，哎，好好吃哦，哇，很有弹性的这个肉，超好吃的，是我最爱的那种放山鸡肉，很嫩，好了，我们等下吃饱喝足，今天难得来到这边。我们要来厨艺大 PK， 小心点的，多吃一点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们是 PK 吧？我们不是就是互相交换料理而已，不要 PK 了，我会输。没有，我也很久没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用一下仙草，因为老板这边还有弄一个仙草做的面条，对不对？对，仙草肉条面。我今天要来挑战一下，好，肉丝炒面，就来炒我们这个仙草面。我们比较少吃饭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都没有认真问过你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料理。从小到大都超喜欢那个姜丝炒大肠，真的假的？我超爱，而且我跟你说，那个姜丝炒大肠一定要够酸，就是绝对不可以。那你很懂吃，绝对不可以不够酸的那一种。我小时候是喜欢吃。那个炒鱿鱼的叫什么？客家小炒。我居然自己忘记客家小炒哦。懂吃，快做事。哇，都来做这个时节喽。对，我先来跟你介绍一下我今天的料理。我要来做苦瓜咸蛋。刚刚我们问老板，老板说珍珠苦瓜跟白玉苦瓜炒咸蛋都会非常好吃，所以我这次选择各一半，然后来直接拼盘就对了。没错。好，那我教你一下苦瓜炒咸蛋的客家话好了。好，咸蛋的客家话是喊乱，乱，四声乱，对，喊乱，炒富瓜。不错，可以。那你需要助手吗？我非常需要啊。那你要讲一句客家话来请我当你的助手。好。那你要说做对老奶天数么？做对老奶天数么？哇，你客家话越来越棒了，是不是？我帮你。好，来，开始你的表演。什么？那你要指导，我现在要做什么？我先准备这个白玉苦瓜。好。那你要分配我做其他的事情。那你帮我切咸蛋，然后还有蒜跟辣椒，还有葱啦。葱。好，你帮我切这几个。好。哎呦，可以。好。对哦，很棒。好，你可以挖种子了。苦瓜要让它不要那么苦呢，就是这个挖的时候呢，要把它挖深一点，这样它的苦味就会少一点。哦。苦味会少一点，对，要把它挖干净。对，要把它挖干净。所以你的咸蛋是要分开的，对吧？对，没有错吧？咸蛋跟蛋黄是分开的。先把头给切掉。好。然后呢，切两半，这样子我们比较好切斜片。哇，就会这样把它翻过来，因为这样就比较好施力。好，就可以很好的切。记得你的手要弯弯的。好，我手弯弯的，才不会切到手。然后切斜45度角，要切薄片的，我快要切成厚片。很棒你第一次切很厉害耶，有模有样。是的，小心哦。好，那你要记得你要烫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要切姜片？好，我要来切这个不要了，对，不要了。好，太厚了。那你这样咸蛋够吗？1颗够吗？不够，我要3颗。你要3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其实我不太敢吃苦瓜，但是呢，但你很喜欢吃咸蛋，苦瓜配咸蛋把它融在一起，我就可以接受那个味道。你这样姜片2片够吗？好像不太够。好，帮你那多一点。小紫切菜你也太流利了吧？好了，你就这样就切完了。是的。好，我现在白色的切完了，我要来切绿色。可以哦。那我继续帮你做咸蛋。好。我们比较少吃饭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都没有认真问过你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料理。我跟你讲，我是从小到大都超喜欢那个姜丝炒大肠。真
真的假的？我超爱，而且我跟你说，那个姜丝炒大肠一定要够酸，就是绝对不可以。那你很懂吃，绝对不可以不够酸的那一种。然后还有那个啊，就是客家很多那个最道地的那个叫什么麻吉，就是那个客家起拔，对，加配花生粉，一定要花生粉。我到现在麻糍还是最喜欢配花生粉，然后我只要看到那古早味的，我都一定会买。我小时候是喜欢吃。那个炒鱿鱼的叫什么？客家小炒。我居然自己忘记客家小炒哦。哎，老师，我顺便先问一下，这个咸蛋就是把它捣碎吗？对，我们蛋黄跟蛋白要分开。有，我帮你分开了。赞啦！你是很喜欢很细的咸蛋，还是只要有压碎一点就可以？我好像是只要有压碎就可以，所以不用到太细。对。好。哎，那我现在要来下锅。他说要计时30秒，哎，我们就凭那个感觉好了。好了，那你就数到30啊，1到30。好，我们就1到30这样数。可能我差不多咸蛋弄好了之后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我帮你把那个蛋黄蛋白都分开捣碎了。谢谢小紫。哎，30秒了吧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那我要太那个就过老了。我要继续帮你切。你刚刚说要切，还要帮你切什么？切辣椒、葱、蒜头是不是？蒜头，切个蒜头。好，我家都是用压碎之后再切。哎，好聪明哦！是不是那个他们说，如果有带皮的那种蒜，就是还没有被剥好，就是压碎比较好剥。是啊，它这样子会比较好剥，然后也比较可以切的比较快。好，帮你弄个葱段。没问题。那我先要把这拿起来，放旁边。哇，我们等一下来进到炒菜的环节，加油！好紧张哦，不用担心油在。我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油啊，在这儿。哎，小紫，它这有2种油，哎，是一般的油跟我喜欢橄榄油，是比较健康。我家都用这个橄榄油。哦，好，那我把油，然后米酒跟香油都拿过去。你要用炒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哇，你要帮我切丝哦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是我切，我就会切块了，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刀工切成丝。因为我帮你切丝的话，它会比较好配色。哎，真的，你看这样颜色已经很好看了，这样就可以，你直接下。好，切好了，你可以先放油。来，你可以呼喊我，我帮你递上。好。对，先放一些油，然后加入我们的咸蛋黄。我来帮你，要不要？好，小心哦。好，然后再加一点，你负责炒，再加一点蒜头。好的 ，OK， 然后把它融在一起，比较好。我好像曾经看过人家煮咸蛋黄，要把它弄成狗狗。对，就是要给它融一下。那我们就丢下去吧。好，来。哦，小心，你们把用那个刮下去。是的。哇，哎，我第一次看到双色的苦瓜炒咸蛋，哎。先炒上色，然后呢才可以放其他的。好，先来一点米酒，好，还有什么？然后再加一点香油，一点点就好。哦，它这个是可以，来哦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辣椒。对，但你辣椒要放这么多吗？会不会很辣？不会。好，那我们就全丢。如果你不吃辣，我还是放小一点好了。好。虽然它是配色啦。但是有些完全不吃辣的人，就会对那个它是会辣的。好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就可以放上我们的蛋白来。好，我们就放上去吧。哇，满满的蛋白，这样会不会太咸啊？不会的，不会，因为我们没加盐巴，完全没加盐巴。哦，试试看哦。哎，第一次看到蛋白比苦瓜多，哎，完全是为你特调。这是我做给自己吃的，哎，你觉得会好吃吗？我觉得看起来很不错哎，我也觉得其实蛮香的。小紫，你觉得这样熟了吗？通常会焖一下啦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拿去焖一下。哦，焖一下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1、2、3。哇，成功！哎，看起来还不错哎。手交换，哇，换你了。
怎么了？你为什么心虚的笑了？因为我今天挑战一个我从来没煮过的东西，叫做肉丝炒面。炒面，但是呢，这个面很特别哦，就是我们刚刚仙草博物馆老板提供的仙草面。哎，看起来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哦，肉丝炒面的肉要先腌。来，好，那可以帮我拿腌料吗？好，你需要什么？黑胡椒、白胡椒、五香粉、太白粉、盐巴、米酒。谢谢你。来，好，一些五香粉。我都不知道原来腌肉需要这么多东西，我以为腌肉就是拿酱油就好了。没有，就是看你想要吃什么样的口味。但因为我们常常在炒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都会用一些黑胡椒啊、白胡椒去做调味。那你这次的炒面是以客家的料理为主？对，以客家炒面的那个味道为主。哎，我好想问你的拿手料理是什么？我以前有一段时间，大概大学刚毕业那个时候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撒米酒的时候不能讲话，等一下我怕太多了。大概大学毕业之后，那个时候我先签给了电视公司哦，所以每天在家里想说，爸爸妈妈上班很辛苦，回来是不是可以直接吃东西？我就开始研究料理，煮菜给他们吃。哇哦！你需要什么跟我说，我可以帮你。哦，我准备好刀子了。好，我要来开始备料了。我需要你帮我一件事情。没问题，我帮我剥叶子。对，是的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每天研究不一样的菜色给我爸爸妈妈吃，直到有一天，我想说我来试试看那个麻油鸡炖饭。哦，哎，很特别。对，因为我看到刚好滑到那个人家煮菜的料理频道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可以试着煮给爸爸吃看看这样子。爸爸妈妈回到家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“你今天做了什么料理啊？为什么可以这么香？”然后那个时候，爸爸呢，把我整锅炖的麻油鸡饭全部吃完。哇，那他超爱的哎。所以这就是你全部的料理中你觉得最拿手的，应该是爸爸给我了满满的信心，让我觉得那个是可以成为我的拿手菜。哇，你觉得这样子可以了吗？还是你要再多？可以。好，谢谢你。那你还需要我帮你什么吗？好像只有我自己切菜了。好，你稍等我一下。那我们讲一下那个啦啦队的辛酸史，这样子。可以啊。哎，我们毕竟都已经进来今年第5年嘞。对。你有没有什么辛酸？我觉得啦啦队一直给我都是，我觉得都蛮开心的。可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风吹雨淋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得保持笑容站在台上，真的跳舞给大家看真的。你会觉得那样很累吗？我觉得超累。你看现在7、8月这种正热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们打的那球赛，有时候打下午2点，就是正晒的时候。你就是只能就是这样让它一直晒着，然后或者是那种下雨天呐，除非是那个真的大到不行，就是球团喊停我们才能停。是啊，就是我们就是也是有一点靠天吃饭的感觉，很长哎，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子。真的很好吃。我不是说其实蛮好吃的，真的。没想到2个苦瓜综合在一起也很好吃哎。对，有深有浅，然后再加红辣椒丝。我跟你讲，这样最好，因为有些人能接受苦，有些人不太能接受苦，所以就自己挑着颜色吃。对耶，对啊，超方便。懂吃，快做事。好，再切个蒜头就好了。哦，这么快，我们就可以开始。那我们这个腌肉是已经没问题，可以了。它很快。哎，它的那个米酒香好香哦，是不是？好了。那你现在常下厨吗？现在比较少哎，我就是那个时候要煮给爸妈吃才比较常煮。后来工作忙起来，又到乐天之后，我几乎没有时间煮菜。那这样你爸妈有没有跟你 complain 说，哇，好久没有吃到我们家小子做的菜了？哎，不会，妈妈都会担心说，哎，你都在外面吃外食，回来妈妈煮给你吃。哎，那真的很好，我觉得妈妈都是一样的，真的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不希望女儿吃的不健康这样子。对啊，好了，我要准备来开炒了。哦。点火，这你的油葱等一下需要啊，辣椒嘞？辣椒不用，你不吃辣，我们今天就不放辣。其实可以放一点的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很快速的可以切一点。你有需要葱吗？应该不用。好，葱的话，刚刚我有切了一些，但是你没有使用，我就偷偷把它拿来。好，准备着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主厨要开始了，你需要油吗？我需要那个
什么？沙茶酱，沙茶酱这儿。是的。然后我要一个汤匙，好。我通常是用橄榄油才对，然后但是这次的食谱他教我说，如果你要让你的面入味，炒菜的油就要用沙茶酱的油。哎，我第一次听说用沙茶油，哎，好酷哦。对，他说这样子才会比较香，比较入味。那我就第一次就来试试看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因为我肉蛮多，我就下多一点点油。好，第一步先下蒜头。哇，在这里听虫鸣鸟叫做菜还蛮快乐的。真的，好香哦！哦，我这么远就闻到嘞。然后再把我们的肉下去了。好，可以吗？这个香可以，我觉得已经成功一大半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等一下要请你帮我准备油葱酥。油葱酥这儿。是的。哎，小紫，我们刚刚讲到一半，就是你觉得我们当啦啦队女孩最辛苦的是什么？哦，我刚刚说到一半是不是？对，你刚刚没有说日晒雨淋，然后就开始专心煮饭了。哦，对，你看我真的是不能分心的人，尤其是我们在5月前，我们的球赛在假日的话是下午2点，下午2点在那个大太阳下直接曝晒。我跟你说，很多人都没事，就我会变黑。我是那种皮肤保护力很好，黑色素生成很快的人。我其实也稍微吸热的人，可以帮我拿白胡椒吗？好，白胡椒。他们都说什么晒太阳啊，头皮会晒伤。我进来啦啦队以前，我都不相信这种说辞。但我真的是有一次就是跳啦啦队，真的太热，然后我的头皮呢是整个直接大晒伤，而且是整个大脱皮，像那种超大那种头皮屑那种感觉，就很严重很痛，然后完全不能洗头，因为整个就又红又刺痛，所以现在球场我就是一定要喷那个头皮的那个防晒。而且除了我们像晒太阳之外，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很辛苦的是那个下雨天的时候。哦，对啊，有时候那个雨就是一般，没有到很大，可是你就是还是得在上面跳。对，还要穿雨衣，要穿雨衣也不是，不穿雨衣也不是，因为大家不知道，穿了雨衣虽然我们不会被雨淋到，可是那个里面也已经湿掉了，在里面闷着，其实很辛苦。穿雨衣真的是很不透气，然后真的很辛苦，跳来跳会很闷。然后就是整个那个雨衣就会粘在我们的皮肤上。我要加菜了，好，让我加一下菜。小心手。好的。你是喜欢吃菜的人吗？我蛮喜欢吃菜，难怪你高丽菜放这么多。哦，对，我都，而且我因为呢，我蛮爱吃叶子的。哦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对，我可以帮你都让它融入在这里面。哦，好棒哦！哎，那香味一直起来耶，真的，慢慢的有味道了。那现在好，我要把面放下去，让它吸味道。全下喽。好。哇哦！让它吸收一下汤汁。我觉得我的炒面快要变什锦面了，很赞哎！这样就有料很多啊，每一口都又有菜又有肉又有面这样子。那你有最难的应援吗？我觉得球员的应援对我来说最难记耶，就是他歌一下之后，我一开始是没有办法记住说这是哪一个球员的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有球员脸盲症，我也是，到现在也认不太清，真的。我真的是对不起我们自家球员哎，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样子，但我又不敢太自满的这样说。我觉得很香哎，有那个沙茶味，然后香菇味都有出来，真的哦。好的。希望我的什锦炒面，客家什锦炒面可以成功。可以的，专业煮饭的人都会先试吃才起锅。好，完成。好，那我先把火关了。完成了，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客家话，什么？很多人都会说的，吃饭喽，吃饭了，没错，可以开动了。我今天第一次尝试做了炒面给你吃，哎，我也是，第一次尝试做了苦瓜咸蛋给你吃。那我们要开动喽，好，来吧，品尝一下今天自己做的食物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料超多的炒面，哎，真的好实在哦。老板你好实在，你这样子会破产。我学我们的客家老板，真的。然后配上你的咸蛋，好。真的很好吃。我不得不说，其实蛮好吃的，真的，100分，可以，优秀哎。
没想到2个苦瓜综合在一起也很好吃哎。对，所以下次大家可以这样做，可以这样试，因为颜色很漂亮，有深有浅，然后再加红辣椒丝。我跟你讲，那样最好，因为有些人能接受苦，有些人不太能接受苦的，所以就自己挑着颜色吃。对耶，对啊，超方便。好，那我来试试看，搞不好我不会失策呢？不会，你的炒面刚刚味道从头到尾都超香的，完全搭你的咸蛋哎，超好吃哎，那沙茶味很重，而且很入味，那个面真的有沙茶味的味道，我自己吓到了，真的，其实这个鲜炒面啊，我觉得它厉害的一点。就是人家刚刚跟我介绍说，它其实就像油面一样。可是我吃完之后，我觉得不能说它像油面，因为油面很会糊掉。它放那么久了，它没有糊掉哎，你有发现吗？真的，它就是还是一根一根，完全没有那种粘在一起的感觉，很厉害哎。但是它也不会有什么很特殊的什么味道，但是它就是充满香气。我觉得就是很好吃的一道料理。今天带你的行程满意吗？我觉得真的非常满意耶。因为我自己就是身为新主人，但我真的超级少来关西所以比较少会走到关西这边来。对，就是都是北埔内湾，然后巨城那边多一点，然后就是比较少来这里。妥妥的都市人。对，我就是感觉有点踏入了一个新的地方，这样对，让我有对这个地方有更深入的了解。你看，像今天我才知道，哇，原来是关西有采草莓啊，然后采小黄瓜、苦瓜这些的。对，然后还有好喝的番茄汁。真的，然后还有各种仙草的料理。仙草的料理也是让我们为之惊人。老板准备了很多，而且都很好吃。真的，就让我觉得哇，以前那个大家问我说，来新竹要去哪？我就说巨城啊，去巨城就好。然后现在我就会说，可以来关西这里走走，然后也可以去北埔啊、内湾走走，就让我有多一个地点，然后可以跟朋友或家人就是来玩这样。就是这里就是一个，我一来我就觉得好，我下次一定要带我家人来，因为他们一定也没有来过。对，因为我其实也蛮感动的，想说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安排行程，你会不会喜欢？我超爱，因为毕竟你常常都待在都市，就像你都在巨城那边。很少走出来户外体验一下大自然。虽然我很久没有回来，但是我就是凭借着小时候的记忆，爸爸妈妈带我来，然后还有我外公外婆是住在这边，然后我也是因为陪妈妈回娘家，所以我才有这些踏入大自然的过程，超棒的。然后我也觉得客家文化，其实有蛮多很温馨的地方。谢谢你啦，很开心你今天愿意跟我一起回到我的家乡，应该说我妈妈的家乡。来体验这个不一样的旅程。没有，我觉得我才要谢谢你，就愿意带我来体验新的东西。我觉得今天不止就是吃到很多东西，然后看到很多的新的各种料理啊，然后我还认识到客家这个文化，不管是对文化啊，然后跟客家话，我觉得我都学习到蛮多的。再教你一个董后吃，董后吃，是吗？真好吃啊！对，董后吃，董后吃，哎呀，很棒，可以。航茶一表风，江江的风景，心情真轻松。肯安到年大卡翕相，亲像爱去流浪，长春梦，无嘛改感觉。學舊草叢菜起叫江風，飄來淡淡嘅仙草香。三江內容草槍發風，斷骨口故事有幾多？原來後邊散步，強風吹涼，太想唱出 and 最愛嘅。
富事业有一老三个。